据澳大利亚国防军对外的发布，2月18号进入悉尼以东海域的遵义舰编队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进行的实兵实弹演习。演习过程当中进行了开火。据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报道，遵义舰编队在悉尼以东大约620公里的海域，以南纬37度、东经157.02度为圆心，在其半径40海里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兵实弹射击训练。其中开火的中心点距离悉尼东海岸的直线距离呢，他们说是630公里，限制空域的高度是14000米。到目前为止，任何媒体还没有透露出来参加这次实弹射击的武器都有哪一些。从这次编队的情况来看，射击武器可能包括舰空导弹、海红旗9B、海红旗10、1130近防炮；对海武器包括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和各种火炮；对落武器有长剑10巡航导弹等等。据美联社同日的报道称，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接受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澳大利亚国防军当时向往返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航空公司以及正在直飞的航班发布了紧急规避令，要求各大航空公司立即离开危险空域。据相关的航班信息系统显示，当天大批往来于澳大利亚东海岸和新西兰之间的航班为了规避风险空域，不少民航进行了绕飞。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呀？是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海军正常的海上训练活动的报道有故意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嫌疑。首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是在公海进行的正常训练活动，连澳大利亚国防部也承认中国舰艇编队的行动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海洋法规。第二，按照国际惯例，中国相关部门已经提前发布了有关航行通告，公开提醒了过往飞机和船只远离相关海域空域，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危险。中国方面该尽到的安全提醒义务已经全部尽到了。第三，从澳大利亚媒体提供的信息来看，中国方面还提前向澳大利亚军方做了通报，已经展现了相当的善意了。咱们试问一下，澳大利亚的 P8A 巡逻机闯入西沙领空的时候，有向中国提前通报过吗？澳大利亚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与美国、日本在东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有提前向中方通报吗？如果澳大利亚、新西兰感到惊讶、不解的话，那只能说明咱们中国的军舰到那片海域去的还是太少了。多去几次实弹射击训练，他们总有一天会慢慢的适应的。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飞评论，下一期再见。